台南四客夏日派对今年刷到桂林文化中心广场举行，布置系列精彩演出甲市集之外，还有闯关游戏、加上农会再新体验课程等等。桂林区农会特别为活动举办记者会，市长黄伟綽特别出席，为活动做宣传。桂林的世家栽种面积62公顷，坦白讲并不很多，所以很多我们这个各地的消费者纷纷就已经用预定的方式，所以说还没上市就已经卖了很多了。所以说，如果真的大家对桂林世家真的有兴趣，想来尝一尝的话，想尝鲜要趁早。活动除了有桂林在地当季的世家，更加伫当地嘉纳米、林家甲绿地笋。今年以历史、工艺、饮食为主题。农会邀集农友将农特产品打上溯源条码，参与循环农业。响应政府的政策，因应主题世家全面晋升为溯源的农产品。每一个世家农都有验农药，还有就是 QR code， 所以呢，让消费者能够买得放心，吃得安心。市长黄伟綽伫会中更签署桂林农产永续共好联名活动，希望串联各界资源，为当地农产带来更较侪面向的永续发展。另外，活动也首度举办公益竞标活动，拍卖所得将全部捐赠予在地公益团体。除了推广在地农特产，同时做公益回馈在地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